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每日少少禪。我哋每一集都會分享少少禪嘅智慧，幫我哋喺忙碌嘅生活中消除煩惱同焦慮，揾返內心嘅平靜同幸福。今集我哋講一個好實淨嘅禪語：八風吹不動。想知點樣喺人生風浪中保持定力？一齊聽落去啦！呢句禪語來自宋代文人蘇東坡嘅公案，講述佢同佛印禪師嘅對話，強調內心不為外境動搖嘅智慧。八風係佛家語，稱譏、毀、譽、利、衰、苦、樂，即係讚美、責罵、毀謗、榮譽、利益、衰敗、痛苦、快樂。八風吹不動，意思係唔會俾人生呢八種境遇影響你嘅內心平靜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無論外界點樣變，你嘅心都穩如泰山，唔會隨波逐流。我哋人生中有好多起伏，好易俾外在嘅評價同變化影響心情。你有冇試過俾人讚完覺得飄飄然？又有冇喺社交媒體俾人負評，然後覺得好嬲？八風吹不動教你唔使太在意人哋嘅讚美或者批評，專注自己嘅快樂同價值，心情會更加穩定。下次喺網上見到負評，諗下八風吹不動，你會發現個心會定咗好多。八風吹不動，幫我哋喺人生風浪中保持平靜。留言分享下你平時會用咩方法嚟穩定內心。下一集我哋會分享另一個禪語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 subscribe 支持每日少少禪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